讲到这个大水河落骨力江已经对嘉义县的农业造成严重伤害，真侪菜色拢浸水浸到烂去，受损的金额也已经要到2000万啦。农民也希望讲会当量早领到补助金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日去到农业灾区了解状况，嘛答应民众讲会简化损害补助流程。三台抽水机到达各里抽田内底的水。嘉义县六卡乡种西瓜的农民讲，因为大雨的关系，原本会当采收的西瓜，即马拢烂去啊。这礼拜中间会收成一啦。拄啊雨来啊。拄啊雨来啦，袂当收成咯啦，拢烂咯啦。除了六卡的西瓜，中部山区的木瓜嘛，因为雨水的关系，全拢生菇烂去。是迄落雨落到即马吼，拢水上拢袂堪去啦，嘿，所以一个规啊拢烂了安尼嘿。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今仔日甲嘉义县政府去到嘉义县六卡、太保、中部甲直辖勘查损失。主委表示，不管是今仔日看的番麦，也是瓜各类的作物，拢会用上紧、上简单的方式协助农民摕到补助。看会当补助未啊？补助，即马补助要看到要我知啊来知无个嘛。农民去乡镇区公所申报。乡镇公所的同仁不需要再到现场去看有没有20% 的损失，那只要确定农民申报的作物，比如说食用玉米跟它的面积，确认这个数字之后，我们的现金就会尽快的发放。嘉义县统计到昨，农业建造的损失金额已经用满2000万，受影响的面积有685公顷。县政府表示，希望这届简化补助申请的流程，让农民赶紧摕到补助，减少因的损失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